天艺术界嘅金曲奖今晡日颁奖典礼，客家嘅音乐表现到当好，伫相公大头红高手咪系难得展现出嚟，留平常时冇强容嘅风采，对客家音乐嘅未来，大家都讲希望做得更来更好。 已经获得最佳客语歌手跟金曲奖最佳新人肯定的谢宇威歌王，以及我们的 Shino 林小培两位好。Shino 是第10届新人，谢宇威是第15届的最佳客语歌手，两位好。哇塞，大家好。担任颁奖应该谢宇威、林小培做到动奖，奉喜行相公抬头，客家歌曲轻松嘅调吹色带向礼服，还有最佳新人奖7小年嘅徐南西奖奖，都本人看到满足每天通。 另外，热刺动有感应风格嘅刘少熙，强容系动有特色。而为金球奖，大家应该欢喜，还有信心都在面行。我要把前眼梦想一定会得到好成绩，所以对大奖系动有信心。有信心。抗送嘅心情來到啦，所以希望大家全部加油，希望我做得得獎，謝謝。無論馬上得獎啊，全部恭喜佢哋。 因为客家音乐应该特别，客家音乐在主流市场好，表现系越来越好。不过在创作嘅投入上，仍然都需要很多嘅新人来加入。其实我觉得近年来每一年其实都渐渐，其实客语也渐渐的比较，就是越来越多人参与这样。希望咱嘅努力是在本日到後生嘅更較多嘅鼓勵，更較多嘅後生嘅音樂人士哋來繼續來參加。 对歌手来讲，认为就是前提，无论有得奖冇，先欢欢喜喜行热力相公抬头长讲。客家新闻潘景路、汪小琪特别报道。